MDRT 全名係百萬圓桌會 Million Dollar Round Table， 係一個全球性嘅精英組織，主要喺保險同財務策劃行業。佢嘅核心門檻好簡單，你要達到一個好高嘅業績標準，即係你嘅佣金或者保費收入要超過一個指定金額，先有資格申請成為會員。所以佢本身就係一個業績標杆。咁點解佢咁重要呢？主要有3點。第一，對客戶嚟講係一個信心標籤。客戶買保險同理財產品，最驚就係遇着唔專業、做唔長嘅 agent。MDRT 會員資格就好似一個國際認證，話俾客知呢位顧問唔單止業績好，而且通常都比較專業、可靠同有持續性，令客戶更加放心。第二，對從業員自己係一個專業加油站。成為會員之後，你可以接觸到全球頂尖同行嘅網絡，有大量嘅培訓、研討會同資源共享。唔係話掛個名就算，而係真係可以學到嘢，提升自己嘅知識同服務質素，幫你事業再上一層樓。第三，對成個行業係一個優質標準。佢推動從業員唔好只係追求一張單，而係要提供全面、符合道德嘅專業服務。呢種追求卓越嘅文化，對提升成個行業嘅形象同專業水平都有好大幫助。MDRT 係一個專業及業績嘅國際認證，對客戶係信心保證。